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上次條片就中咗4重彩啦，咁有興趣就可以睇翻上次條片，多謝大家支持啦。咁臨場嗰邊就失策啦，第8場嗰場呢，就收到2隻消息馬啦，一隻係團結勇士，一隻係好接拍。咁我就揀咗隻近況好啲、檔位又好啲嘅團結勇士俾我群組啦。我自己就2隻都賭晒嘅。咁最尾就隻好接拍贏咗啦。咁賽後我就諗過啦，下次呢啲情況呢，就2隻都俾晒落群組啦。咁我啲會員就自己決定點樣買啦。咁如果想知道我臨場賭咩馬嘅朋友，就可以發信息俾我查詢翻啦。咁今日就揀咗第5場同大家研究下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會擺前面嘅馬有鼓浪好友、笑盈喜、逍遙隱身同埋遨遊波士，步速預計係正常嘅。狀態比較差嘅馬有1、2、7、9、10、13、14，咁啊可以畫咗佢先啦。狀態比較突出嘅馬有逍遙隱身同埋標致浩瀚，大家就可以喺畫正嘅馬入邊揀自己嘅心水啦。咁我都揀咗我嘅心水俾大家參考下。首先係4號嘅逍遙隱身，咁狀態保持到嘅。上次贏馬嗰場我都有貼佢啦，嗰場就10倍左右啦。今次就冇計啦，實熱噶啦。我自己就幾中意呢隻馬啦，Deep Feel 嘅指示啦。上場贏嘅對手賢者威風再出係第2，醒目高球再出就贏馬嘅。咁今次就需要孭多7磅啦，檔位仍然係靚嘅，咁就有望再下1成嘅。然後就係5號嘅遨遊波士，狀態唔錯啦。咁上次就改變跑法啦，可能就個檔位啦，跑第5。咁今次6檔計一計個形勢咧，應該就係跟翻前嘅。咁如果跟翻前嘅話咧，佢就會近嘅，拖埋佢啦。然後就係6號嘅標致浩瀚，3歲馬俾咗能力你睇噶啦，咁會繼續進步嘅。睇個進度去到邊啦，佢就要啲時間去撻嘅馬嚟嘅。如果今次可以早啲望空嘅話咧，個表現就會再好啲啦。然後就係12號嘅龍奧玲羅。呢隻咧就次次都幫佢揾藉口啦，一係就塞車，一係就拉出去追唔切。咁今次換咗人俾阿潘頓跑，咁佢跑嘅話咧，如果認真去買嘅話咧，就一定攞到啲3位嘅。咁我自己就想睇下究竟佢係次次都冇運啦，定係其實真係唔係咁叻啦。咁啊睇埋佢呢場啦，剩翻就可以留意埋隻鼓浪好友啦。咁始終都係贏開嘅馬啦。第5場賽事分析過，咁啊睇下啱唔啱你心水啦。如果想知道我臨場收到咩消息、到咩馬嘅朋友，就可以加入我呼風喚雨嘅群組啦。可以睇下我頻道簡介或者發信息俾我查詢翻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